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项。除了公共服务奖之外，近年来携手企业设立多项新闻奖项。110年更在中嘉集团赞助下新增媒体素养奖，鼓励大众媒体制播媒体素养教育相关内容。曾虚白先生呢，他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公共服务。那所有我们这些合作的伙伴呢，他们都是在社会上也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今年呢，非常荣幸又中嘉加入我们，又创办了一个媒体素养奖，让大众能够进一步了解媒体。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广度跟深度都不断的在增加。科技越来越发达，那这些假资讯借由社群媒体的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所以我们深切觉得说，国内民众能够正确的识读这些资讯的真伪，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那中嘉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有线电视的经营者，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过程呢，能够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尤其是媒体同业的一个重视。那对于媒体素养这个题目有更多的关注，以及后续更多的报道。本届媒体素养奖总共有34件作品参赛，5件作品入围，竞争激烈。最后由亲子天下数位专辑认识网络恶狼、破解网络儿少性剥削陷阱，以及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核工具箱2组参赛者获奖。那我想这个奖项呢有很特别的意义。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跟读者把这个数位识读的能力带还给读者，那让每一个阅听人都有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那媒体识读已经成为一个数位公民基本的素养。本届曾虚白先生新闻奖总共有439件作品参赛，较去年增加了110件。而多元的奖项不仅让新闻内容议题更加丰富，也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新闻内容。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